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高 B 哥啊，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，增添智慧，增添水分，智慧如水啊！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咧荷蘭呢一單嘢啊，安世半導體咁啊擺咗2日喺度噶啦，咁啊等下佢咧煲下先，咁啊煲下，即係煲嗰啲新鮮事出嚟，大家講下。唉，我畫面上面都寫咗呢鑊啊，真係咧荷蘭銀行支票啊 ，Holland Bank Check 啊，真係，唉，唔講下笑都唔得噶。喂，荷蘭真係以為自己好醒好叻咩？點解而家啲人呢，即係嗰啲政治智慧去到咁低嘅，佢唔摸索晒成個嘅，即係做呢件事之後會有嘅後果，跟住先至走去咧就操作嘅咩？喂，蠢得咁交關嘅！嗱，第一樣嘢咧就係話，喂，夾硬將人哋間公司食咗落嚟啊，咩控股咗佢，咁都得嘅咩？第二，喂，的而且確係咪成件事有呢個叫做種族歧視之嫌啊？點解會係因為中國籍嘅 CEO 就要撤換咗佢啊？第三，話人哋間公司管理咧就有缺陷，有缺失。咁啊，跟住咧就要換走咗人哋嗰個CEO，咁人哋嗰間公司係私人公司嚟噶嘛，有咩事幹人哋咪自己輸錢自己負責咯，關你國家咩事啫？而且呢間公司咧，本來咧喺呢個咧中國收購佢之前係咧輸錢係蝕錢嘅公司嚟噶。點知因為咧中國收購咗佢之後咧，跟住咧就可能注入咗啲新嘅生意或者點啦，咁就由1年之內咧就轉虧為盈嘅。喺個轉虧為盈嗰個角度去睇，點解突然之間仲會變咗管理咧就有缺失嘅咧？咁裏邊有好多個內容啊。高 B 哥咧就唔將佢咧就即係好詳細化咁同大家講，因為呢個讀新聞咧有排讀啊。總之咧我概括咁樣話俾大家聽。首先咧就話咧呢間公司裏邊咧有幾個咧外國籍嘅人士，包括德國㗎、荷蘭嘅咁都有啊。咁咧就舉報就話咧佢哋嗰個 CEO 咧就管理不善，搞到間公司咧就可能咧有管理嘅缺陷。另外咧又話咧擔心咧呢個供應鏈就有咗呢個咧技術嘅外泄，去咗中國嗰度。明明係中國公司嚟㗎，而且個製造咧根本咧大部分喺中國㗎。所以咧就夾硬咧揾咗呢2個藉口出嚟，跟住咧就由荷蘭政府出手，咁跟住咧就做咗咧就係話接管咗呢間公司，凍結咗佢啲股份咁樣噶。好啦，咁而家個狀況咧就係咧，因為咁樣嘅狀況啦，中國政府咧就好快喺幾日之內咧就即刻咧打出一招咧，就係禁止呢個咧就係文泰嘅。喺國內幫手做生產嗰度咧，就出口咧佢哋嘅芯片咧，去到呢個咧荷蘭嘅公司，一下子咧就停咗咧整個嘅業務，即係荷蘭銀行支票，今次係 Holland Bank Check 啦。唯有咁點樣做咧？求中國咯，因為點解啊？第一呢招係爛招嚟嘅，搞到咧成個歐洲好多嘅企業咧，本來咧就靠佢去供應咧嗰個嘅芯片啊。呢啲係好簡單嘅芯片，即係唔係話好高階嘅芯片嚟嘅。好誇張嘅喎，用億片嚟計㗎幾億片咁樣嘅供應嘅。而家咧全部停晒，大鑊啦。受到咁多個國家嘅譴責。首先呢度咧嚟2樣嘢先。第一樣咧就係連歐盟裏邊嘅國家咧都好驚訝，佢居然咧會夠膽咁樣做啊！因為呢個咧。擺到明啊！直情夾硬食咗人哋一間公司咧，呢個咧喺呢啲所謂叫民主國家裏邊咧，基本上咧係唔會出現嘅。因為咧，如果人哋真係有一啲理由藉口俾你咧捉到佢嘅即係缺例，即係所謂叫做有 bug 啦，係咪？捉到佢呢啲咁嘅問題咧，你先至可以發揮噶嘛，而唔係夾硬嚟噶嘛，係咪？而家呢次咧係夾硬嚟嘅，呢個第一樣嘢。第二樣嘢咧。即係當然個個都估係咪美國喺背後出手啦？佢哋梗係話唔係啦，係咪？又話純粹巧合又成，但係點知咧就俾媒體踢爆，就話原來咧之前咧已經有咧咩美國政府嘅意見啊，又話咧有法律有法庭嘅文件啊，全部寫晒落嚟就係話美國政府建議佢點做嘅啫，佢而家全部跟足晒嚟做，就話。
佢咧就冇誠信，講大話，因為咧直情有白紙黑字寫到明啊，就話建議佢點做嘅嘢咧，俾人刮晒出嚟。咁啊呢個咧畫面上面呢位咧荷蘭嘅叫做經濟事務大臣咧，仲喺度咧駁嘴就話冇，就假嘅，又冇聽佢咧就講，咁啊純粹巧合，咁啊係人都唔相信，咁啊終於咧踢到鐵板啦，而家咧就話揾中國同佢傾。就話揾翻咧中國嘅相關嘅部門，連同埋歐洲嘅政府啊，同埋啲企業咧，就同佢咧一齊去傾咁樣話噶。咁啊已經咧就表露晒咧，就係歐洲嘅政府咧都有參與其中。咁啊當然啦，今次呢個參與其中咧，我認為係因為咧佢哋受害啊嚇，中國突然間停止出口咧，佢哋變咗受害者，咁所以咧佢哋係俾壓力荷蘭，所以調翻轉咧。就係荷蘭話：喂，唔得，咁要揾埋你哋一齊同中國傾。咁啊驚咧，我荷蘭咧今次咧錯得咁交關，咁啊求中國原諒咧都求唔住，咁啊希望咧就用大家一齊嘅壓力去做。總之咧而家咧歐洲啲政府咧嗰啲咁嘅政治人物咧水平之低咧，簡直咧係嚇你一驚嘅。咁啊，坦白講啊，我都唔覺得淨係歐洲嘅政府噶啦，而家美西方政府嗰啲人咧，嗰啲咁嘅政治智慧啊，同埋政治操作咧，都係一個水平咧，真係好低。咁啊，嗱，我都係講嗰句啦，我堅持我嘅意見就係話，其實以前咧，佢哋咧一路打緊順境波嘅時候咧，佢哋有好多嘅話語權啊，或者咧即係好多嘅能力方面咧，我哋仲未達到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佢哋講乜，我哋就就佢啊。我哋以為自己未去到嗰個高度，所以咧就佢哋，咁所以佢哋咧就以為佢哋咧咩嘢都可以予取予攜啊！我話咁樣做就係咁樣做，規則由我定，話語權喺我手上。但係到而家為止咧，已經咧唔係嗰回事。但係咧呢班嘅所謂政治人物咧，好似完全冇意識到咁。咁究竟係盲目咁冇意識得到啊？定抑或係咧根本做功夫做功課做得未足夠啊？定抑或係咧？又係錯判呢？咁啊高比哥當然就話三樣都係啦，不過錯判嘅機會就真係好大。成日以為中國咧唔夠膽反擊，唔夠膽咧就係還擊翻去歐洲噶。成日覺得咧歐盟咧咁大，你而家同美國咧去打緊呢個貿易戰嘅時候咧，你好依賴我歐盟噶。咁但係咧 sorry 啦，我可以大膽咁樣講咧。中國咧而家已經去到嗰個高度，就話俾你聽就係我係唔需要咧靠你歐盟，又或者靠你美國噶。不過如果咧你同我行喺埋一齊咧，咁我啊就可以咧俾多啲着數你，咁亦都咧變咗咧我更加有力咧去對付呢個美國嘅啫。但係如果冇咗你歐盟又好，冇咗你美國又好，其實中國到今日為止咧都唔再太驚啊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咧實在係咧有啲嘢咧，大家稱一稱就知。邊啲嘢係你哋必須需要嘅 ？OK， 邊啲嘢係你哋已經咧冇能力製造，又或者咧你哋嘅成本咧實在太高，做唔到啊！咁呢啲咧應該大家咧都心中有數㗎啦，因為計條數出嚟嘅啫嘛，係咪？但係偏偏咧佢哋咧就輕視咗，又或者咧即係形勢錯判，以為中國唔夠膽咧，就係咧就做一啲反制裁措施。咁啊，呢個咧，我諗咧又係一樣啦。攞荷蘭今次呢個事件咧嚟到作為一個咧就最好嘅示範，殺一儆百，殺雞儆猴，就話俾歐洲其他嘅國家聽，你哋唔好輕舉妄動啊！做呢啲嘢嘅時候，一係就唔該你做足晒功課先，真係能夠有力壓制中國嘅你先好做。如果唔係，好似荷蘭咁，唔單止今次啊，係安誓半導體呢件事。搞到荷蘭政府一身蟻，仲搞到荷蘭嗰幾個大牌子咩飛利浦啊、咩殼牌啊嗰一紮咧，全部以後咧同中國政府嗰個嘅關係咧，就已經搞到好僵啊！咁啊，再加埋咧，荷蘭仲有個叫 ASML 啊，非常出名嘅公司。雖然咧佢咧就勒住咗個 EUV 唔俾我哋用啦，唔出口俾我哋啦。咁啊，當然佢有佢嘅難處嘅，中國都明白嘅。但係一路咧買緊嘅 DUV 機，去到舊年咧仲係大量咁購買㗎。不過咧慢慢開始咧，因為佢哋咧再繼續咧攆住中國啊，所以咧唔會再幫佢買嘢嘅時候咧，佢哋咧個營收咧亦都係好大鑊㗎。因為咧我哋咧佔咗佢哋嘅營收咧好高嘅份額㗎，係咪？
咁啊，而家最大鑊嘅係咩呢？最大鑊嘅咧就係歐洲嘅汽車製造業。咁啊，全部就話咧，因為咧咁樣收到佢哋嘅通知啊，就知道咧冇辦法咧再保證咧有芯片嘅交付。佢話如果咁樣嘅話咧，係整個嘅汽車製造業咧都可能會受到嚴重嘅干擾，甚至乎咧就要停止生產㗎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咧，佢哋嗰個汽車嘅行業咧，俾呢個中國嘅 EV 車啊，即係呢個電動車已經打到一仆一碌㗎啦嚇。再加埋如果有咁樣嘅狀況嘅話咧，即係唔排除咧歐洲啲人咧變心咧就更加犀利。咁啊，因為之前咧其實已經咧就係有啲人已經變咗心啦，有啲人咧就15、16咧，究竟轉唔轉咧中國嘅 EV 車好？咁但係咧因為咧性價比實在太高。哪怕係後來咧同歐盟傾咗話有個最低嘅售價都好啦，嗰個嘅售價連同埋呢個性價比之下咧，實在咧都仲係咧非常之咁吸引㗎，非常之有競爭力。咁啊，歐洲好大鑊。好啦，不過咧除咗咧歐洲之外咧，喺美國代表呢個咧通用汽車、豐田、福特、大眾同埋現代呢幾個牌子嘅所有嘅主要嘅汽車生產商啊，佢哋咧有個叫做美國汽車創新聯盟啊，佢哋都話喂嘭嘭聲，好盡快咁解決呢個問題。如果唔係我哋都搞唔掂咁樣話，喂，即係呢個咁樣嘅狀況咧，令到咧荷蘭咧，即係咧床板夾幾度夾佢咁呢啲咧就係政府咧一個錯誤嘅決定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畫面上面呢一位嘅經濟事務大臣咧，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後生啲嘅。咁後生啲，年少氣盛，而且咧就冇咁多城府，亦都咧冇咁多嘅政治嘅能量智慧成。咁做錯事咧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嘅。不過咧仲要繼續堅持講大話。咁再加埋咧，好摸唔摸着咧，即係老虎條尾，獅子條尾。咁今次辣落去嘅話咧，肯定咧就唔係輕傷肯定係重傷㗎。咁最慘就係咩咧？最慘咧，今次同中國傾咧，唔知有咩可以同中國交換，即係冇咩條件咩又好似係特朗普話齋，你冇 you have no cards 係嘛？冇咩籌碼同中國咧去傾嘅。咁再加埋佢哋啲智庫咧，都可以咁樣講即係咧就落井下石，踩多佢兩腳。咁又話喂，真係好傻呢件事，究竟搞邊科啊？佢話我哋個國家咧喺度做緊傻事、蠢事，又話咧佢哋咧班人咧喺度玩火噶。咁但係首先去舉例咧，就話咧喺歐洲裏邊咧，基本上咧係冇任何嘅先例係做過咁樣嘅狀況。第二咧，你咁樣做得出嚟咧，你都預咗咧，中國咧係一定會有反應嘅。但係佢睇到政府嗰個嘅反應咧，就係話咧，喂，佢好似預期咧，中國咧唔會對佢作出任何反應，唔會有制裁，唔會有反制咁樣。佢話呢個我都唔知政府憑乜嘢去判斷中國居然咧係唔會反制，有利咁樣去收咗人哋間公司翻嚟就算數啊！呢個完全係諗唔通，政府係諗緊乜嘢？嗱，連荷蘭人荷蘭嘅智庫裏邊嘅荷蘭人都諗唔明嘅，咁你唔好問我啦，我真係冇可能諗得明咁總之咧，只能夠話佢哋係蠢咯，好大喜功咯，同埋咧，大家冇人講嘅，實際上就係咩啊？實際上就係美國嘅傀儡咯，即係咩啊？即係話選邊站呢個係蠢得好交關。有選邊站，喺選邊站個講法咧，裏邊咧有幾個唔同嘅範疇。第一個當然就係企中國嗰邊啦。咁你要荷蘭企喺中國嗰邊，基本上喺目前嚟講冇乜可能噶啦，係咪？咁第二個就係唔選中國，亦都唔選美國，即係冇選邊站呢個情況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佢行咗個最惡劣嘅情況就係選美國嗰邊站啊嘛。你而家咁樣做，擺到明就係同美國一齊協作去做呢一樣嘢，諗住夾中國，我又唔知佢諗住夾中國啲咩，可以夾到啲咩翻嚟。咁所以裏邊咧一定要有人查下咧，係咪有個人嘅利益個人嘅盤算政治上面嘅利益咁樣。所有嘅呢啲嘢咧，暫時咧冇媒體係刮到出嚟究竟咧係咪佢哋個人咧有啲利益喺裏邊？咁淨係知道咧佢哋就係即係今次做一個非常愚蠢嘅事，而咧撞正咧中國呢塊鐵板。咁跟住中國咧即刻嚟個反制。
咁啊，講真嗰句，而家已經做少咗噶啦。其實咧，如果中國仲要反制咧，仲有好多噶。譬如好似頭先講啊，飛利浦啊、殼牌啊，咁係咪又可以喺裏邊做啲限制措施啊？或者咧加重佢哋嘅關稅咁咧？咁啊，另外仲有啊，荷蘭嘅乳業啊乳業即係咧關於奶類方面嘅嘢係咪？乳製品啊、奶方面嘅嘢，又係咧出口去中國嘅。咁係咪到時又會遇到啲困難啦？唉，仲有啊，好似荷蘭嘅豬肉咧都有咧去出口去中國嗰邊㗎。咁係咪又係會遇到困難咧？咁呢啲一切咧，我真係唔知荷蘭嗰啲官員咧點樣去判斷，定一話咧而家咧就係咁樣嘅狀況，個個咧後生上位，跟住就以為自己咧上咗位啦，就好勁、好叻、好巴閉，以為自己係神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喂，中國就唔敢對我哋做啲咩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我就連同埋其他歐洲國家，如果中國對我哋有反應嘅，我哋同佢一齊做。咁但係，坦白講，大家都知道歐盟而家咁多個國家裏邊，根本全部都唔係同心同德嘅，個個都喺度打自己嘅小算盤。喂，你今次啊咁樣停一停啊，最受害嘅可能唔係荷蘭，係德國都未頂啊！德國嘅汽車製造業真係多得你唔少。咁啊，除咗汽車製造業之外咧，其實咧仲有一大扎嘅電子產品咧，都要用到呢啲咧比較低階啲嘅芯片㗎。咁啊，包括可能係洗衣機啊、雪櫃啊，咁啊，即係呢啲咁嘅家電嘢啦。咁啊，香港咧就好興咧買呢啲咁嘅家電咧，就係喺歐洲嗰度買翻嚟嘅。即係佢哋以前咧仲寫明 Made in Germany 啊，Made in 邊度啊咁。而家冇㗎啦，而家寫住咧 Made in EU 啊，就咁直接話歐盟就算㗎啦。咁原來實際上咧係啲咩斯洛伐克啊、愛沙尼亞呢啲咁嘅落後少少或者細少少嘅國家嚟到做㗎。OK，咁但係而家冇㗎咯，全部咧就 Made in EU 就算㗎啦。你想揾件 Made in Germany， 我諗而家揾都好難揾到啦。係無論如何，一個國家嘅一個官員做咗件蠢事，連累咗成個國家，仲要連累埋人哋其他嘅國家，仲要連累埋其他嘅產業。唉，呢個禍真係闖得唔少啊！所以咧，真係咁講，成班咧都係荷蘭銀行支票 Holland Bank Check 啊！我自豪，因我多角度思考，晏啲再見，拜拜。